再來關心這傳習會是後禮拜要來舉辦，咱國安局長蔡明干是分析講，其實美中之間的是有真濟爭議性的議題，第一期內是真好解決的。也若這台灣議題，美國已經透過無共管道，強調對台灣的政策是無改變，所以國安局會繼續來關注。總統賴清德出訪史瓦蒂尼，中國足生氣，特派解放軍的軍機殲10、殲16，還有無人機出海，結合軍艦對台灣進行聯合戰備警巡。國防部掌握到，攏總有22隻軍機，其中有18隻飛過海峽中線，還有延伸線，進入台灣北部、中部、西南，還有東部空域。加上軍艦6隻，空母船1隻，甲台灣包圍。今若對中國後禮拜傳習會了後，是不是會對台灣採取軍事動作？國安局長蔡明干提出觀察的指標，可能包括有5月中旬的傳習會，以及後續520的總統就職2週年，那還有今年下半年中共例行性軍事演習的時程，再加上11月份還有中共擔任 APEC 的主席國，所以我們會把中共對台施壓的一個樣態手法結合到剛剛提到的時間節點來做一個比較。後禮拜傳習會會牽動印太區域局勢，蔡明干分析，經貿議題是重點，不過雙方也有真濟爭議的議題，第一內底是惡解決，所以研判傳習會主要是要管理，不是解決問題，美中呈現脆弱的穩定局面。另外一方面，傳習會嘛討論台灣議題，引起朝野的關心。蔡明干嘛指出，美國國務卿魯比歐講到，無希望台灣、印太發生破壞事件，歡迎美方對台灣的政策無改變。這一次5月中的傳習會是第一次，他今年後面還有好幾次，所以第一次他很有可能只是在鋪陳一些基本的立場。那後續的傳習會實際的狀況怎麼樣？這也是我們後續會再持續追蹤跟觀察的重點。當然，我們希望能夠勸導美國不要再挑釁各國。就像你聽到美國在台海挑釁，你會有什麼看法？我想美國在印太戰略裡面，他一直希望是維持區域的穩定。誰在台海挑釁？那我想，中共在區域裡面的軍事擴張，應該是主要的變數跟主要的衝突的根源。針對國防特別條例協商破局，立委就關心講，若無佇咧傳習會進程通過，影響有偌大？蔡明干表示，若外界會質疑台灣自我防衛的決心，嘛可能會影響到區域聯防出現破空。記者綜合報道。